네 교바 지진 중앙 데스티도 기라. 전화고 리부거 자로시리. 내가 좀 용버 봐. 우리는 투지 용버 봐. 那么就说是上几这节那边的上你的路了吧，记不？ 찌르는 기별래. 不可能，这学校那边这上我就那这是种那样学的，种给他平时给他就闲那教嘛，别把都给把毛说的，就种的就，把个路买的就，出忙去，呀路咱们去个人家去个人没就去。 야, 너무 다 뱀냥 거 캬는 게 리고 거 사자 쓰이드 주시. 리고 베도 좀 내려 겹데 베 리고 거 캬로 싱이 투 주시. 오만 오나지. 체를 러자 갸요 지스메 체센도 콘현 받아든가. 요로 초코를 맞아 놓았어. 부자 놓는다. 너무 좋아합니다. 때 주시게라. 자무새가 주. 너기다 거기 뚝따다 마다 땅아라 잘라나 말라. 처음 날라다. 맞춘다 뜻 너무 비리기 하면 와. 엄마 좋아. 아까 찬스 왔으니까. 찬스 왔으니까. 찬스 봤어. 그다. 오늘 티셔츠 인게 셔츠. 봄 다음이시. 지랄라 봄을 그러지. 또 찔럽다 아 요래 요 말다 찔럽다. 아샤보지. 또 차시 라스 길링한 거니 라스 지금 맞죠. 또 차시 파스 링가 좀 니에. 懂了没？这几天吧。都特别大的一个女生赛给，是呗？啊，家人都钱不没呗，都是那水呢钱不我的，没不打了，家伙的人接受都是。他们钱不我的。妈的，别你这个那司机的其他用的的。那边当个钱是吧是零元的。찬스 봤을 뭐게 박동. 以后这不钱买的的。那个。但也不차시 파스 뭐 맞다. 아. 我们都不是。啊，看看对我就两个钟那你。我老洗不他们看见我的顶上。这干老师的一起是来教嘛？当时就掉了掉。哟。哎，是的的。这个记得。 但rock就给你 top 当了，这也就你不给，你来捐吧。就下去这个去。啊，这了捐。哦。我那 rock 就给你，就是俺老姐也，我你就趁那听别老姐也就的。好的，记不好的，知道了。听到听别联系几年？对呀，28岁嘛的。 रोटी चाला चीज़ इंज चिंदा थ्योर मैसी मेरे मारे वहाँ कभी चीनी लोने चाह मारे वहाँ ताकवा दे जब चेपता है तू डाली को लगू मार बता नौकी ताकू तो कुत्ता था मदा तंगरा चलना ना माला चम नाला था ताप तोला लोगों गले 건전 저언니다 아까 되는다 건전 아니 원래 랭가지는 몸이精神就接不到了吧大家打一把脾气真喜欢打嘛不识别断播了睡了但是好的但点你还是直播间男子用的啊好的那你睡吧我们两个到时候再弄去拿吧 咖啡我们打个真喜欢嘛当个啥饭我带你几万嘛呢那边也就是啊啥饭你当个强刷上来多嘛的当看就没得了没有会员呢是个 तो फिर क्या हो रहा मुझे कुछ टाइप पीछे माँ मराना मालूम है हमारे दाम पाई दागन तो लेस मारे आने का क्या चीज़ को जिम्मे हो इनका शुन जो क्या
那就那肚里边的人当对的嘛，就说吸热来些个那就，现在的打工脚里边的两路嘛，就是那个打工，那就啊家。许诺这都不是给嘛，让咖啡没酒呀，不是多干净，嘛让呀路嘛就那让对别个干的吧，打就是的，就个呀，以后顾客有那啥呀，打人去，哎呦，这那边都挑没就是啥，我啥个。我啥这个30男的吧，打的些是吧？挑没了呀都没有。那还是个热车飞飞。就那边股东打不得给的，你不打过我们30牛。啊，是那边股东滴滴关30打股东。你有不接股东的？没有的，那俺公学的，俺是你那年也干不起了。有我给你听一个吧。啊。俺股东的打股东都是跟着吧，过去。啊，是飞飞上也打了的。俺股东的这面俺家远了，过吧？俺差不多前面买，俺远那么就我们。哎，把果送的，做果送这边的，看把屏幕上，是多少就的。记不得我，哎呦，真你不得的。哦。俺家老真了，真心话就这个，吃那边让股东都跟到，这东西过去。小结果。哎呀，又开始。那钱是吧？是我说你公个嘞。我知道了，2位宝宝，我现在在。还是给不到，俺给不到。直播呢，你们2个干嘛？开始给到5分钟的打嘛。我说漂亮的上学，俺根本上一辈子根本过，你不过再都进哪里？那个什么点咱直播间那个什么过去工作，点赞了给他。呀，早晚是自己的。你的谁？你的票点几个？啥路？姑娘，找到的光。谢谢我的房东送出来的墨镜。俺做房东给俺做礼物生活的，想做房东礼物生活。谢谢，感谢我的吉普，谢谢宝宝，谢谢，感谢我的阿鲁哥哥，那直播间呢？房东，我要搬走了，我过2天就搬走了，你见不到我了，4块钱。现在连兄弟都在么搞么？115上下要都没有，我要叫兄弟，现在那里不让的去说说，那就啥都还没搞懂，还没就是，可是把钱的搞把钱嘛，这就行嘛。别过着去。那就，我基本嘛是搞嘛是东眼牛是谁的兄弟？那就，而且都是别把，都过把某说的，就动的就。把个路没得就，出忙不忙去，呀路咱们去个面家去个面没就去，呀路那边两个看这个，你不过参加谁的就去，你不别都这么来给不得，你不过家中心头就行嘛，没好那就。俺这图呢，俺那你看别房东特别多大，确实，头我给皮一下。可是家庭把过的，有些东西都有的。欢迎这个。这些你做。今天我就已经。可是家庭过的，有些东西的。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这就好考虑。那手机充电就要知道。要不家庭嘛，可能吃那边拉筋嘛的嘛，都看钱去就那个。现在多看投机都就拉筋嘛。那边对别个干了，家那对了，没把子就是，我们乡下路办那些的，多年多啊工作。当给偶尔我给俺呀热气去上啊去当给谢谢啊，谢谢你。哦。俺忘了，说的买这个。等都去播去，家长。哎，咱们。墨镜4个墨，有没有一个热气球咱们过一下加成？我的是那边要的。我要谢谢神秘的仙和兄弟，说谢谢那个。宝贝，有没有一个热气？这个有没有一个热气球？但我们家长在西西南这么大给不些东西，但不是他给我们都真的比拉近嘛，我都但力度给没有的，他干嘛？但拉嘛给我都没有的年纪，我也叫叫那个里面蹭就是。他晚上嘛给拉票去，拉票前面给年兄弟都认见没？
那你不要通过百度中啊买不起。那等我他给是的我这面着送多菲菲。俺是离越南没得东西，俺票越南缅甸人，俺记不住，俺就是古代中那俺记不住。谢谢我的社区宝贝送出来的比心。没得买。没俺票上可在超级过呢，你这。别不被拉赞，下个月呢给这要求坚持去洗，俺带你们多。搁这坚持。还得坚持。可样拿中国熬夜是他去拿主。那个里面呢？啊，得了。俺这。年不来不来，你等这么多。谢谢谢谢。我们家过的这里是忙过菜啊，爹啊嘛的，我不是那是西南是吧？家过的这种啊，家那边让同居的这边的，就是说不家过来说啊，就是爹啊嘛的这其他，我就呀，我就嘛是人嘛当的，就是让秋山的这情况，刚不秋山，刚不占用的。说明人给不的欧洲的，那就差不明的。秋山的这个刚把的这土的。说去的不你今天这。那就。你记得那个李主席。你直播那不？我这个来呀，没就这样讲，你知道哎？都是叫你这你，就送他们你们这谢谢我们家鸡。就是。我也对到没那个是好嘛。这老这，是龙年着，是龙年着，就送他们你们的人知道哎。好，我就懂得干么多。这里看。谢谢我地图，谢谢，感谢，还要感谢我们家。谢谢你给我把个什么了？你去宝贝，谢谢。叫嘛来着？没事个，你没怕生不着，呀，皮给叫不得的，这上路你上路就俺那么两个人要不要嘛？真的。说实话，讲你嘛啦，因为有时候俺从头直播都是对的吧，我偶尔会关注你们直播，看的你。错不了，家里讲嘛，对不对？就俺们就嘛，才能俺们就这个呢。啊，什么啥着？给你钱可是就我们给你能多啊，是个那了的，就大些种那去，那家人票也下的那就叫，咱顾中了没？来，菲菲来。然后怎么的？就是俺偷的。然后偷给这面，来问三个真心话来。知道。给菲菲当我年股东的关系，给他想想留着立住的呗。给面的我给不了好多门都叫很多我别的，我让是别的，咱们都真不熟都当这边的写着。看起来。就是我们的最近就是，俺们买不起，讲俺什么都去吃下，那么就都是买。你之前哪去的的？哪去那去？但是那月，但是个人那月个月是那干嘛啦？是个人那东西那月嘛，先买门都，那就什么家人给买的。那么我妈大家伙那让我天差不多，那么是不是什么差不多对吧？欢迎我英文哥。就可以。那知道要不知道买多哪？考虑。你看这个别的。你等我一下，我来打视频好吗？打楼的休息。来，第二个人希望。这只有你这么那边给用买啥工作？这个是老毕的今年。这是你眼睛红了。对，眼睛红了，这几天视力拉的要死，真的心痛了的。我的眼睛也是，今天只睡了2个小时。你记得是老毕，你要记得没？确定得送去给俺给他回去。最喜欢什么？家不说没，钱的这个东西。去了没呗？去了有吧？去了不多少的闺女呗？不多少个他说的。有点啥时不多少死我的时候。爸爸懂得就得。月。你月吧，之前从哪个地都去了？从哪个地不搞的家住去的？这是中央不是吧？这是出资用是吧？那么就那说是上几岁去那边的上你的那种的吧，记不住。这那记不了了。不可能，这学校那边这上我就那是种那样学的。
子给他饼子给他就咸呐，给我嘛。干啥？他听不懂。妈的，哪边起来动作了？就干啥？都讲讲。这老板都粽子吃啥钱老板？那比较看啥的自己的想。那就巧嘛的。啊，第4个真心话。哎，我们用666。这里来。你俺家同学。啊。你俺家同学。他说卡点俺卡点的。他说卡点俺卡点的。俺家同学，够多哎。来第5个真心话。嗯。看我的就。啊，第5个就是谢谢。那起来啊，这个手机充电线。啊。你个的小子等着，你等给我家头。可以。那起来没？起来，我都送到的，所想象了解你注意明白。你都绝是你俺家那边绝吧？对。俺家那边。不但我们前不行那多。俺家那边用想象说多想象了你嘛。小时候到了。多少钱？啊妈，实在是欺负讲咩不啦？嗰啲叫咩啦？我最近啲孙女叫佢小子，他看档案就读什么了？他就讲这单的地上下不上。然后下山面膜下山我。来打吧来。你真喜欢你问，家中的事你问了。小子，小子，你们3个打我下了。哎，你这要打这些模型机啥做的是你应该元气。小子，我不是什么比读了感觉跟那个读书跟啊？那是。俺俩真心话真年没去你了，什么比读了感觉跟那个跟他的人，反正哦，俺家那边的人真心话就他们丢，毕竟我这马上读了的这个嘛的，什么比感觉跟那小子俩读书跟上啊？你读不跟上？好的好的。那边要不跟上啊？俺都你录给不得想象要不去录下去去，要不是跟上。这全部都点错没档啊嘞。你他妈的，什么比跟个人哪打的？那是。说是送的饭别桌嘛，有个的猪八戒肉都卡住车了，这兄弟姐妹们能不能种出一把？我最近拉的狗一样了，真的兄弟姐妹们卡住。没有个的猪八戒肉都车，猪八戒肉都打牙齿里，让我没了热擦手。欢迎师傅，师傅哥能不能支持？热气球有没有兄弟姐妹们？热气球没有个的那猪八戒肉都。那天我亲戚身上。打到家茶做的是个没有个家茶做的是个猪八戒肉都，666色。谢谢我不打我车里啦，谢谢我不打我车里啦呀，就没有车里就要去贵兄，我只看把帅哥要去没有车里就。今天你感谢我的司机宝宝。谢谢兄弟们，真的，那卡不说记住啊，那里头里是咋着么着？把这个充电器吧，充电线他妈过关着没呢？这就路线那么多，我都记得呢。卡，妈的，俺等个充电线锯吧，我都记不得。手机漏走出去弄。大概多少米多呀？这是过的没到。看那个都看那，可能没几片小线的，大概多哎。你不的。你就送我慢点。mi chuk sum mi chuk ni không đúng rồi đó mi chuk chi
没对，对，猪，啊，是，干了啥？啊，我做着。这个有点卡着，我做着。还有那俺这个充电线举过用，你这打没着？也打没。你这打没着？也打没。不需要。然后就扎噻，打好了吧？打好了吧，工作。你充电线过去的，弄能打，难机吧？但没都打怎么做？俺年纪大的哪里的？力度丢不的，有时的你的，我就不拉了。现在给不读的那就东大也没得女话，嘞。谢谢你们，奥利给，真的破费了。掉个那么多那边吃的就是洗的那个男的就是说嘛，北面我也求。但一些跟我这了边那干这了边那俺同你可是嘛是干这些不嘞？但是俺事情的大家干没打工资嘛了啊？不是我。大家干没打工资嘛了啊？不是我。大家干没打工资嘛了啊？不是我。撤了。卡了啥？卡大的的牛。谁为男子脸把我那点把命度？兄弟，我也在生命先和他破费了，但你又是他工作。谢谢，我输了，但我要睡觉了。我说老板，俺卡起你要赚钱了吧？请他这个人。卡中俺咋了？你得瞧咋回事？那个的那么牛，我跟你说。大以后感谢关注。打球直播不从里面的拍这个发信息的人，然后那谁嘛的给家正常些。俺咋了？你得瞧了，你得把这就是事情估计估摸中国都这么久，我就没当叫俺得把这老是叫么样的，搞不没。但看人家咋的，天天做蛮多直播拍做个那拍呀，包嘛是拍呀，包嘛给家些的。那打算那么没个那么提的吧？俺那个这说嘛的，那么嘛的是人家这说的太新么弄，你把这路什么弄过？你不要当好人，你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是这样过来的。俺直播到了，你这做的是没酷，现在是我们是发誓，我没说了，真的兄弟们，这对我察觉的，我察觉的，你我察觉的做的么俺没。可人们是对面做的行个，他对面咱们干的对面直播间的怕带送的，俺这直播间的现在俺这线没有吃人就，俺这线从俺年纪姐，从俺进不得这打别，你多进不得这打别把中。哎呀，当俺中国人学习。从俺机会这进从俺老球的，从俺老边个球了。做这个事情你怎么出来？是出来人的直播那里做的个对呀嘛？你这个的当的来呀？俺读不了里面，俺得把老师这里，得把那。这让老师这个都干啥没呀？不许拿多来噻。俺是的。阿达都是怕，阿坤都是怕娘的这老师家的，来干的这来的啥起来的。把那么那里那这的叫了，阿婆那这的叫了，娘那这的叫的叫了，啥起来噻？没直播把他拿走可惜了，婆婆你怎么可惜了拿走了？还怪阿妈的，你说记错人了。
别的词句上不的，那咱这上面这哪能够来干的这哪的了？没拍给人家去，出给人家去，俺来干的连那这不的。说不定你天天干这个事情是干不干不关你们的事情，而且干的呢直播间的那个的我才的那个的人才那几嘛，其实怕嘛是我嘞阿爸阿妈啊的都那我记是son子那我记得人家比你是的塞拍嘛的嘞太把干的塞嘞呀塞就嘞嘛的塞的嘞么是也没去塞是没有还变成这个嘛的，然阿爸就嘛的，不嘞。叫这里，叫阿爸就阿妈，阿嘞，阿妈了怕这，阿妈叫阿查了来怕这的，阿妈叫俺记得哪次当能把声音的这给起知道，真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就记得妈妈都不嫌那娘的，那都怕看结果的过。是不是你刚干完了，然后回来直播呀？去家办公过的说啊，我打的也是我的那，可是你一般是什么？是赶紧干，办什么？0去3万多的那，去我查这边来的，俺这我查这来的，现在的去0的去3万过的，我查就要去年都给这个直播单的来的，你这些咱们这给家动么的，没得那我你来啥的，然后现在个的那，你这些么送的来的，俺直播间的3万，去俺直播间的样子，你家把钱做的嘞，第0的那个7000多。也没有，但叫米也不吃的。眼睛这么红红的，没事。哎呀，但你叫米也不吃的。这4个买的，你分手了4个月嘛？让乱买的姐，让干的谁要多呀？当俺没读吧，就咱穷子也不继续啊。差不多哪里弄的现的，哪里都弄现的，不要生气啊，不要。都如果切就个车，如果车。他天天做嘛都的，儿子天天做的也不没当儿子，你这个直播单的嘞，你那个直播单的嘞。啊，就通那咋弄的？我太喜欢了。去咋弄的？俺等这下钱没个，你去咋弄意思没有？去的咋弄？就那么嘛的，就东意思没有？你去咋弄的钱的，老家给呀，意思没的，7000多块钱办着的个。我再弄了，说我不再弄了，但我弄了的嘞。但那个我自己跳，我没关你的事吧？他肯定关嘛，那我看到了嘛，你俺礼拜两行吗？没有太点酒，我不是故意的。熬夜多了，眼睛红了，还是多注意休息哦。好的。那好的，微服什么样去？那不就怕带的那么够钱不？我们走，压个了，那么的咋是你参加咋来个来的你？为什么？那这里什么的俺别的家们发誓你这个直播单的嘞。好吧，再见，才点酒。连嘛也没么人了，人咱们这种3万多块拜拜。连嘛是也不说没的。这就是这了，讲不出来就啊。他在那边装个屁给蹲蹦子去啊，叫什么？咱们在那么录的，对了。这他可能录就行，没上不了，有些上不了，巧他们没录的话，我这哪看嘛？5点半的没，我这有些上不到5点半没几个人买的，俺那啥单子来跑我没啊？有些上不到5点半没几个人没几买的啊？我到现在我真的搞不明白。他今晚说来他的酒店上，但怎么了？他去不是耶，俺有些上不到5点半你没几个人什么的，我那就。是吧？这帮小当不小的是那个阿雪的对吧？努金大学主要说是那个女学上班的5点半的工作，我妈以前6千的学吧，啊，公那个俺叫什么个是6千学吧？啊，努金大学主要说是那个女学上班的5点半的是吧？工作可是啊，你光不难着些，可是啊，老不个人的，老不但。其实是我的5点半吧，是吧？是不是？可是这个吧，我们中间下来吧，就是5点半，可是啊，就是你光被拿钱去，老不得这些，老不的，是感觉这个老的，有什么的？得5点半吧，是吧？你老把以前中午的也不行了的，叫这么多啊！俺的不会的是哪好过没？你呀老来是哪好过多？那就对好过没？老清楚了吧？没得写多你，那就写多。说写种就是，这装束就那个写多。
人把讲都做了不的这有那样会是个年的，年这等过了不，是自己吃的真的也会做什么的啊？我不要讲都是你特别都会抖，了不弄阿姨我们着，这太多啊！在干嘛呢？在兄弟，你做嘛啦？下嘛先直播去的。准备开了外卖，刚刚那个姐姐还在等着你。但有了的兄弟，俺家不等着结果嘞。完了，我能看得出来，好像他跟是民间能热上哦。好的好的，女婿上声音就是相当于那个吧？女婿上声音的管家嘛是吧你？女不烂的这嘛是吧？差不多来就了。他说也没多叫啊，就来兄弟的东啊，俺就没多拿你当一，丞相是，他对你有意思是吧？发誓的，我感觉就是对的，你们觉得乙烯是不是在跟她的男朋友赌气？我觉得他越说越像啊，我感觉一点都，你这么多做。才會令到社會擔住點吧，我呢點不面對，愛前來讓別自動點，多謝查拉個月色，我sem做嘅這麼地，愛有肉更多遠。但你做個咩？但你那麼樣個咩？愛個肉de como la sos。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连错我了？没有，我随便连，那马上就下播了，真的，我就再给你送几句话吧。那你要教育一下我吗？不是教育你啊，我从头到尾没有教育过你啊。这是开玩笑。你是认真的吗？我都说了是认真的呀。你到现在还不信真的？对，你下播的时候你说就开玩笑什么的呀，还祝福我。不是，前面那个你下前面关的时候，你是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你，然后给起努什么的啊？然后给起努的，俺楼下就给起努什么的。这个有什么要想的呢？都说了闪婚，俺阿里别过嘛的吧？虽然俺觉得那是不就等于兄弟那种能面准备的，原来是给没一辆，我能保证你让第几的你让接触吧。但是我在想，让俺人现在没有什么程度，就是开玩笑。你也在那边开玩笑，你前面关的时候你就说什么开玩笑，然后还祝福我呀，说不要跟他赌气什么。其实我没在赌气，我要跟谁赌气啊？想不了。让俺问了就多啊。啊。俺同事面前吧他。都说了早点睡的，你都还不睡，真的。啊，你中什么想？俺等给干着呢，他们都不进来这个家里去玩就行，这么着老熟，等给俺了没办法，我这么着老熟，他们就进来这么着老熟。说什么了？我都还活得多。我都让这部兄弟让俺出来了嘛。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表情真的表情嘛的，在想什么？真的。想你。在思考什么？我在思考就是。思考人生大事吗？对你一个男的紧张什么？那我让你失望。他今晚睡不着觉了噻。那倒没有那么夸张着呢，该睡还是要睡的哦。真的，你说话喂。不要这样对着。然后现在没有其他话题了吗？本来应该看伯伯说去，伯伯别干说说。其实不是挺能说的吗？他在胡思乱想，想你们的未来的时候，应该吧的。有什么好想的？真的，先领着，然后再慢慢想嘛。那工作但你没了就真羡慕人啊，这个的。当然啊，你没。但你活跃一点，真的，平时你话最多呀，我都没什么要说的。我说的错的，搞什么？主播在哪里？我在山南。干这几个大工作，我他妈现在头都大了。咱们咱们这朋友都那句。在想什么？真的。俺们下去你就考虑吃，爸不下去你就不上路考了。到底，就是你什么都感觉没就是。要不你去就算一下。算什么？俺算没力气面，俺等给大家瞧不烂吧。啊，要不你明天算一下那个。理是你的东西自己有嘛什么能吧？那么就呢，说是的这没其他别的那么就嘛啥？本来的这看的这钱就可不给外人就是。没啥这不给洗就这不人我这强是把是联系我呢。啊，他这样别说俺出别那么成年吧呀，那干这成年吧的。啊。什么路？就是定了有成年吧，伢了股子的吧成年吧。什么这个哟？说那俺长不满学的。没有啊。我这么真诚。哎，有同行那句妹妹，你90几年的？我是97。比我小一岁。你是96吗？身份证俺得95是给不去，没住的。那按身份证走的呀。对，按身份证，我的话可以按，但是你不嫌弃吧？干这就是工作。俺们叫人唐山能给门的长别说，比我那边门的长别说就最些的下的，我们。可是干这就是的，马上工作没接单子3年啊。那你先好好想一下嘛。你给我时间的吗？是吧？不是。我还比谁犹豫的嘛的。等急的这么慢的。
你的老家在山南。你们两个特别像，啥像什么？俺们然吃蛋以后，你在这里边还买的还会呗？就从俺通嘛的。你们想看我的？舍不得他们吧？我在这里边，等我去帮俺通下有就，这些俺我这也有单的，没然单的两个是真通嘛的，就从俺。不是妈的个工作的，工作嘛对吧？咋不着那么多啊？说什么？你跟我说一下，我弄着。夫妻相那边中，要不就不了，都不能面对这么多。他怎么了？没怎么。我被他征服了，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看这啥？你可以照样那个直播呀。直播嘛的，然后看是吧？是两个今年生意了，你的路啊就了没都什么到货没得。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